煞牧师要正道，今仔日牧师正道的题目，恁较着定后生。生活对是有换团是无？感谢咱生活对锻炼咱用诗歌来敬拜上帝。大家这平安。平安。最近天气变换较大吼，大家夏天咱的衫带穿够吼。顶一日有一个朋友伫 Facebook 跟我老话讲，牧师，我同事中风了吼。你要小心啊！啊，不是我要小心而已，大家注意身体。咱来亲近上帝话进前，先同心来祈祷。只是个要求你信心，伫阮中间，甲阮伫地，清心教示，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话，嘛帮助阮从所明白的
伫我的性命行做出来。下晡的时间，你亲身保守引传，互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妹，为下这咱今日要读约翰福音。啊，今日要选第3章，后礼拜要讲第4章吼，因为要讲到2个无共款的人，毋过是约翰福音调低间放做伙做一个比较。今日要讲的，这个人吼叫做尼哥底，好，尼哥底母，好，尼哥底母啥物意思？这个名是伫希腊文的名吼，是一个介普遍的名，咱讲菜市仔名吼。名意思是讲被洗中的胜利者吼，百姓中的胜利者。伫圣经内面所讲到这个人物这个名吼，拢会当表现这个人的个性啊，这个人的特质吼。所以咱会当直接去看这个人吼，伫约翰福音内面，伊要甲他定位成什么样的人吼？伊是被洗中的胜利者吼。这个人有一个半暝的时阵，暗暝的时阵来找耶稣，来问一寡问题吼。圣经安怎描写这个人？伊讲这个人吼，是一个法利赛人。咱知影吼，伫犹太人的群体内面吼，法利赛人是一个介无共款的一群人吼。因这个人吼，介特别认真遵守律法的规定。伊不只是10条戒，应该10条戒吼，化罪有一些文士吼，咱讲的经学士吼，规定到不6条吼，几百几千条的细项，这个人真正用伊的性命，把自己的生活去遵守吼，他们是一群非常很了不起的人吼。不过拄我好是这款人伫4本福音册内面，耶稣骂上济的这款人吼。好，法利赛人。然后说他是一个什么犹太人的官，那安尼来描写就是讲，伊不只是犹太人哦，伊伫犹太人的社群里面，尤其是耶路撒冷，他们有一个公会哦，差不多70人到71人组成的一个公会哦，因掌管立法、司法、三权构成为。立法、行政，我讲今天不是5权哦，应该是3权哦。立法、司法跟行政哦，都是他们管71个人由大祭司大祭司来引传吼。咱今日根本无写的所在吼，咱若看约翰福音，提起这人提起3届吼，咱就知影伊是安那，足有钱的。是安怎看出来做有钱吼？伊耶稣死了后，尼哥底母又去要求比拉多吼，伊甲另外一个人约瑟吼，去要求比拉多，互因耶稣的尸体，伊带偌济油去，你会记得？圣经和本说他带了100斤的油吼，100斤的油核算成现在是30公斤吼，30公斤的油，那个是。油膏哦，那是要抹那个尸体那些油，这是非常贵的哦。一年多少30公斤的油，去捏牙所的尸体哦，一起盖5级哦。所以让来看这人，他真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产学官三方面都怎么样，都是顶尖人士哦吼，学识丰富，大官阿官啦，够级，就是咱今麦所讲的什么人士啊？哎呀，你拢无咧关心选举哦，权贵哦，他真的是权贵哦，这个权贵人士哦，圣经讲这个权贵人士哦，有一枚，前面讲，先不继续经文，他都讲着讲，今日讲第3章，尼哥底母，后礼拜要讲第4章，一个人，就是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人吼。是安怎要甲因两个用一个 versus 来对立来看吼，因为这是一个介强烈的对比吼。他讲，尼哥底母伊是权贵人士，伊是社会内面的上悬的阶层的人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咧，
平民，哦，啊，一个是查甫人，一个是妇女人，哦，一个是不只是权贵，学识丰富，啊，一个就是只能在中午偷偷出来，中午偷偷出来打水，哦，后日嘛较讲哦，因为要拍水哦，要去井内面拍水哦，你袂入中昼啦，中昼是安怎？上热，一般的人拢是伫下晡哦去太阳下山去拍水，啊，你是安怎中昼要去拍水？要去毋是讲拍水啊，什么水？收水吼，拍水吼，好，收水吼。秋水啦，秋水，秋哦，秋啦，大象那个大象秋啦，秋水啦。好啦，抽水，各位阿姐，你是安怎会中昼无人的时候走去抽水？惊人看啥？惊人看伊抽水的姿势哦，惊人侮辱啦，哦，就是伊毋是一个好名声的人，哦，我互看到伊出去，哦，所以伊是强烈的对比哦。啊，毋过一个更较强烈的对比是啥物？尼哥底母是主动来找耶稣讲问题。对不？撒玛利亚妇女人呢，是耶稣安那主动去甲伊讲话，吼，所以在耶稣他不会攀权附势，吼，伊真正是，会去关心底层的人士，吼，弱势者，各位兄弟，这是教会应该做的，吼，讲上问题啊，吼，咱即摆我转来吼，最奇怪的所在就是讲，尼哥底母伊来找耶稣。伊也袂问的哦，伊敢若讲啥？伊敢若讲也比我们哦，阮知你最先是对上帝来，因为若毋是对上帝甲伊伫地，就无人会惊你所行遮的神者。尼哥底母无本身问题，伊敢若来，一来就是场面话嘛，娱乐一下，讲哦，耶稣我知伊是对上帝来，吼。若毋是对上帝来，也是去管甲上帝伫地的人，无法度惊遮个神者。啊，照你讲，耶稣安怎回答？常理来说，耶稣要怎么回答啦？他若甲你讹了讲，好，恁一定是为高天教会出来吼，啊，若毋是为高天教会出来吼，恁袂遐优秀，袂遐赞啦吼，啊，恁要安怎回答？啊？啊，感谢啦，唔感谢啦，吼。耶稣讲啊，耶稣很白目的回答他什么？我实在甲你讲，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为看见上帝讲。耶稣有没有跟他废话？无啊，耶稣一开始就哪切入重点哦，一开始给他切个意思讲。不要讲那么多，哦，我知影今日来目的什么话，哦，耶稣就开始讲啊呢，哦，耶稣不跟他来这一套官方的话，哦，直接就甲切落，哦，说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为见上帝的讲，哦，啊，这其实安尼短短一句有介绍所在爱来解说嘛，吼，咱先解说什么叫做上帝的国，什么是上帝国？这是即马这个世代教会一定爱做清楚的一个概念。什么叫做上帝国？上帝国？什么叫做上帝国？好，天国吼，我唔对。啊，什么叫做天国？天堂。无啥共款的概念吼。咱你讲天堂是一个 paradise 的概念，是咧描写讲迄个做水、做好、做和乐、做水。做好了，那是一个所在吼。啊，毋过当然你讲上帝国的概念时阵，还是讲天国的概念时阵，是咧强调讲上帝的权力所及的地方，哦，就是上帝伊的权力会当去管理的所在，迄就是上帝国。安尼的话，各位兄弟。以即摆的世代来看，对是上帝国。天龙国啦。啊，天龙国是上帝国哦。哇，安尼的话嘛。
若要用量吼，各位兄弟，我甲恁讲者，迄若要用量的观念、数量的观念，王长老讲的是对哦。你要知影咱台湾基督徒包括天主教的比例，全台湾是多少？3%几？有人讲3，有人讲4，有人讲5吼。啊，你要知影台北市基督徒比例是偌悬？你知无？已经讲超过10啦吼。啊，若用数量的观念来看，那台北真的比较像天龙国。那个天龙啊，不，我跟你讲啥？天龙国真正比较像那个上帝国。可是不是啦，不是从量的观念看。上帝国意思是讲，上帝的权柄所会当掌管的部分，迄就是上帝国。那安尼看起来，应该是讲教会就是上帝权柄要实现的所在啊。应该是讲教会应该是最像上帝国。虽然教会袂当等同于上帝国吼，不过教会应该要活出，教会要活出上帝国迄个款式，就是伫教会内面，上帝的旨意应该要贯彻。事实上是无啦吼，不过若要看上帝国，先来看教会应该上神的所在吼。不过这段经文内面只是讲安尼吼，有讲2段，后面佫讲了一句，伊讲啦。人若毋是对水甲圣神生，就袂为入去上帝国。这2段话有无共款的所在无？一个是讲殿头诗对无？一个讲对一诗，水甲圣神生吼。一个是讲袂当安那，就袂为安那见上帝的国。下骹迄个是袂为安那入去上帝的国。有人就会认为说，这个是不是2个程度啊？这个程度比较好、比较差的只是看见上帝国，程度比较好的是怎么样？进入上帝国。所以咱大家先重申了，哥对最高圣神生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啦吼。这里也当个动作是一个对句，对句的意思是讲，这2个意思是同款的。所以你底下会当知影，以后说你讲意思，看见上帝国就是进入上帝国的意思。殿头诗就什么意思？对什么？水甲圣神来生吼。咱都已经解释什么叫做上帝国吼。咱即摆要来看另外一个概念，就是这个内面什么叫做殿头诗吼。咱台语讲殿头诗，华语要重申，伊上标明的意思吼。就是再生 reborn， 佮生一届啦，所以尼哥底母才会去问讲，就较大声啊，你叫我佮生一届是毋是佮装你妈妈的巴肚管啊，佮生出来吼？另外一个意思吼，是叫做 born from above 吼，对天明生，从上面生出来吼，那个。约翰福音讲下这，咱即马读经的范围是约翰福音哦。你若认真读，你会知影，约翰福音是4本福音书内面上爱用迄个双关语的，就是讲用这个其实有介侪意思，至少2个意思以上，约翰福音上爱用双关语，咱后礼拜讲到的嘛会去记着这吼，所以你唔免去对2个意思内面拣一个，你不用从2个意思，只能选一个。它双关这2个意思拢是耶稣的意思，就是讲你在殿头诗，这个殿头诗唔是对你的妈妈我都个生一届，是对殿明诗的啦，从上面生的所以伊下面唔知讲一届，什么叫做对殿明生出来，就是对水甲什么话圣神诗。安尼个来问题个来什么意思叫对水甲圣神？什么意思是从水和圣灵生？
啊，对西嘞吼，其实啊，各家说法不一样。不过咱给大家差不多来做一个归纳哈。对，咱个河本翻成水和圣灵，你就很明显是两个物件，对不？安格丽塔台语，台语翻得非常好，非常像希腊文哦。伊讲，人若无对水、对圣神来生，就袂会入上帝的国。所以他的意思是说，人如果不从水、不从圣灵来生的话，就不能进上帝国。这块嘛有两个意思，也当讲对水、对圣神生，你会当甲了解真做是对水和汉 and 对圣神生。啊，毋过你嘛会当甲了解意思真做是对水就是啥物货？圣神，就是水来代表啥物货？圣神。这样懂他的意思吗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人不从什么圣神来生，伊就袂会入上帝的国。安尼知意思无？这是一种上济学者接受的吼。啊，第二种的看法就是安那，就是洗礼啦，吼，就是洗礼。其实这两个意思无冲突，对我来讲无冲突，因为咱的洗礼嘛是水代表啥货？用水来代表什么？落雨吗？用水来代表啥？圣神吼。所以这样意思介简单，吼，那不用想得太复杂，吼。它的意思介简单的是讲，人对妈妈都来生出来，佫无法度见上帝的国，佫无法度入上帝的国。来安那，来顶头生，来佫生一届，啊，这个生一位对死。对圣神生出来，要从圣灵 from above 为天顶为上帝国生出来，才会当看见上帝国，才会当入上帝国。所以啊，这不是介困难的一个概念吼，就是讲吼，你若是摕台湾的 passport， 所以你是什么？你是属于什么？这几个？什么国？哦，你们都有台独哈，啊，你是属于台湾的这个对不？啊，你若摕美国的 passport 咧，你就美国嘛。啊，你要真做上帝国的人，你要摕这一国的 passport， 上帝国的 passport 啊，你来对啥回事？对圣神生，你来对圣神生。所以这段经文咱唔免填伫遮，哦，这唔是介重要的所在，这是一个概念尔。其实我认为这段经文较重要的部分是伫遮。哦，因为尼哥底母在问讲，人靠法度佮等去老母的身体佮生出来一届吗？哦，啊，毋过上耶稣甲讲，我甲你讲，对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对神生的就是神，这就是学到咱讲的。我们要进上帝国，我们要从圣灵生。好，啊，伊个讲就讲，你无伫掠最奇怪，你不要觉得奇怪，就是这过来的讲一句话啊。好，风出在伊厝来吹，你听见风的声，唔知影风对着来，对着去。伊若对神生也是安尼。好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个样子。耶稣在讲什么意思？当然，咱知影，无论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，就是讲，无论是用旧约的文字来写，还是新的文字来写，迄个灵的意思，灵那个字跟风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吼。希腊文是念 pneuma 吼，希伯来文是念 ruach 吼。它也可以是风，也可以是圣灵吼。啊，不过耶稣咧讲这个意境什么意思？伊唔是咧描写讲怎么样重生，不是哦，他不是在用这个来描写怎么样重生。伊讲风在伊的意思吹，你看得到未？各位兄弟，你看得到风未？啊，不过你会知影风吹的时阵会有伊的影响，会有它的影响的，对不？所以你看得出
性情对一个人的影响。啊，毋过这个性情要安怎影响一个人，你毋知影。哦，意思就是说，性情要安怎甲你重生这件代志，你无法度了解。哦，啊，毋过你会知影，当性情咧影响一个人了后，伊的性命会改变。你会当看到性情动工了后迄个结果。啊，至于性情是安怎动工的，哦，那个来龙去脉，你无法度通了解。这是一个介重要一个观念。各位兄弟，你有顶头丝无？有无啦？有啦。我会记真哦，我迄个若去国语教会，定定拢咧问讲，啊，你有没有重生？我说啊，你在跟我讲，好，啊，你什么时候重生的？啊？哎，人哪里问你，免怎回答？各位兄弟，你当时重生呢？受洗那一天重生哦，这个是他们要的标准答案哦。你讲受洗迄个时阵重生哦，啊，不过你知影无？你若是真正教会的传统出来的会友吼，就是讲约翰加里文这个新海的会友吼，你袂安尼回答，因为吼约翰加里文在看电头诗，毋是安尼看。约翰加里文在讲重生的意思是讲，你每一天死去，每一天搁安怎，搁活起来，迄叫做电头诗。哦，所以重生的意思是你每一天爱经历的一个经验，你每一天要死去，每一天要借着圣灵重新怎么样活起来。啊，这个所有其他的教法咧讲电头诗无共款，电头诗因的意思是讲，你有一个时间点，伫你的生命有一个时间点，迄个时间点，有人讲是你决志信主的那个祷告，有人讲是你安那洗礼迄天。迄天是你电头死，啊，毋过约翰甲你问讲，毋是电头死的意思是你逐天安那死去，每一天死去，每一天搁安怎活起来。我讲我要讲，约翰甲你问讲的较对，他讲的才对。你从这句话来看啊，上一句。再上一句，好，你看这是声控的哦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耶稣这里讲宗教的艺术，哦，在问哦，在吹，你看唔知影伊为对来，看唔知伊要为对去，啊，佮你知影风对人的影响，讲下这性情对你的影响是一天看会到的吗？敢是一天看会到？哇！我今日受洗礼啊，我性命有性情，哇！我马上变做一个无共款的人，敢是安尼？毋是。吼，绝对毋是你马上就让我做啥物改变，迄是一个漫长的路，哦，那个是一个漫长的路。所以，加里文的理解是对的。伊讲电头诗就是你每一天安怎？迄个旧的、迄个老的你，来安怎，来死去，啊，每一天来个经历迄个安怎，重新搁活起来，即款的经验，伊讲这就是电头诗，这就是人无法度看到风安怎来，风安怎去，风要安怎甲你影响，毋过人对你的生命的改变，伊会当看出来，你较信心，信心甲你伫咧。各位兄弟，咱是毋是有信心甲咱伫咧？咱是毋是互性情来影响？真正着看咱的生命有改变。啊，这款的改变，你唔通讲，吼，陈牧师，你1年前这样子，你现在还是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可能10年后还是这样子。哦，啊，毋过，我会当甲你讲的是，不会一模一样啦，袂一模一样啦。因为当性情跟咱伫咧时阵，咱的生命就会慢慢啊转换，慢慢啊改变。你看袂出来，迄个风是安怎甲你改变，性情安怎甲你改变。毋过，你的确就爱有改变，因为咱亲像咱今日的地巴所讲，你的确
大家点头先。安尼上尾，我就要来问最后一个问题。各位兄弟，安尼伫你的生命，迄个风是吹啥物风？啊？气象台问就知啊吼，无，气象台吼讲的是一项尔吼，同款的风伫你的生命会分出无同款的程度哦。啊，知影风有当时是啥物风？你安尼真热，安尼流血流滴，毋是流血流滴，流汗，流甲，哦，这无爽快时阵，即阵若有一个这清凉的微风吹过来，凉啊，爽快，哦，有没有这个经验呐？有吧？你马上想想，伫你生命内面的信心，有当时伫你生命这艰苦，这我都记上袂了，这过袂去的时阵，你的信心会真做亲像即款的清凉的微风，互你的生命会当呐较爽快，安慰你。这是信心，有时候不一样的表现。啊，不过风毋是敢若即款的清凉微风呢，风有没有台风？风太来是说要冲啥？毋是要冲啥？风太来会安怎？你看咱楼顶的，迄个厝顶迄个厝，风太来，咱开66万，甲咱的厝灯啊，掀起来啊，破坏的力量大不大？各位兄弟，现行的风伫你的生命，嘛会真做即款，给你摧毁，哦，重新让你的信仰重新打碎，打破你的信用，啊，重新甲你安怎起折开66万，哦，重新甲你起折的风，是不是？啊，搁有一款，毋是风台，嘛是微风。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小学那现在是几年？哇，40当前的代志啊！吼，阮为阮兜吼林森北路吼，迄阵搁有租脚踏车的时代的，有租脚踏车的时代，哦，差不多1箍啊是几箍吼，啊，就租迄个脚踏车，迄种脚踏车是无手动的，敢若卡动，你敢捌骑过敢若卡动的脚踏车？你毋知我咧讲啥吼？就是向前踩会跑，然后向后踩就怎么样？刹车，你们有没有骑过？有骑过就知道你多老了哈。我就安尼，囡仔哩10几个吼去坐脚踏车吼，你也知影，为林森北路吼，骑到飞机场，迄偌远你知无？骑到民族对无？迄是民族路，骑到民族东路吼，为一个巷仔甲钻入去，钻，有一个所在吼。飞机啊呐，降落甲起飞的栏杆旁边，吼，迄偌赞！你徛伫遐吼，即马一台飞机伫你的头前吼，要起飞，吼，咱就来比，看谁徛会条，无人徛会条，拢去互风啊呐，扫甲规涂骹吼变过，你拢毋捌哦？天龙国人，啊若看迄个飞机降落吼，哇，对你的头壳顶哦，你迄个棍甲互你掠做，你用石头就牵会着。那个距离安尼下，好你徛伫遐，互迄个飞机的风吹的时阵哦，你安尼想要甲抵抗，无爱互倒，啊，毋过你嘛最后去互安那，扫甲安尼，规脚踏车跟人都翻在一起哦。你要知影，这个上帝，这个圣神的意志是强过你的意志的。各位兄弟，伫你生命内面的风是吹啥物风？是吹中对你无关紧要，安尼有吹那无吹的风，各位兄弟，安尼咱的生命的改变，就真稀微。咱袂当拢互圣神敢若吹微风，你知无？咱来了解，伫咱生命内面的圣神，有当时是风台，有当时是若亲像喷射机后壁迄个风，是会大改变咱。咱爱接受，准备好，咱的生命要用信心来改变。
风出伫的意思来吹，你有听见伊的声，啊，可你唔知伊对倒落来，要对倒落去。各位兄弟，你的性命，大家认真，互这个风来吹，同心来祈祷。进行的呗，阮感谢，阮是一群有福气的人，因为阮有信心甲阮伫地，因为阮的性命每一天渐渐，互信心来改变，互信心来转换。虽然阮无法度知影信心是安怎用什么方法伫阮的生命内面，动工伫阮的生命内面做伊一切的工，阮一点都明白。啊，毋过阮知影，当阮每一天对家己来死，每一天电视活起来的时阵，阮知影信心甲阮伫地。求你，的确绝对无去杀阮，嘛求你保守阮，的确逐日点头生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